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第11課。上幾課我哋學咗點樣訓練同生成文本，但係你個模型到底有幾好呢？今日我哋會學點樣評估一個語言模型，包括 Perplexity 標準 benchmark、Few-SAT 評估、人工評估同埋污染檢測。Perplexity 係語言模型最基本嘅評估指標，公式好簡單。PPL 等於 E 嘅平均 cross entropy loss 次方 ，Perplexity 越低，代表模型越好。一個 PPL 等於25嘅模型，就好似每一步都喺25個同樣可能嘅 token 之間揀。隨機模型嘅 PPL 等於詞彙量，大概5萬。GPT 2有124M 參數 ，PPL 大約29。GPT 3有1750億參數。PPL 大約15。Llama 270B 嘅 PPL 低到3.3，非常強。記住，越低越好，永遠係。Perplexity 只能話俾你知模型預測下一個 token 嘅能力，但係模型識唔識推理？有冇知識？呢啲就要靠標準 benchmark 嚟測試。HelloSwag 測試常識推理，要求模型揀最合理嘅句子補完。係小學科學題，用多項選擇。MML 要涵蓋57個科目，由中學數學到專業法律。Truthful QA 測試模型會唔會被常見嘅謬誤誤導。所有 benchmark 嘅核心方法都一樣，模型對每個選項計算 log probability， 然後揀最高分嗰個。Few-SAT 評估係 GPT 3引入嘅重要概念。0SAT 就係直接問問題。唔俾任何例子。5SAT 就係喺問題之前俾5個例子。模型從未 fine tune 過，佢純粹從 prompt 入面嘅例子學到答題模式。呢個就叫 in context learning。GPT 3論文發現，5SAT 可以將某啲任務嘅準確率提高1倍，對比0SAT。較細嘅模型特別依賴 Few-SAT 例子，大模型就算0SAT 都可以做得唔錯。自動化嘅 benchmark 只能測試特定能力，但用戶真正關心嘅係個模型答得好唔好。呢個時候就需要人工評估。斜線 B testing 嘅做法係用戶提交一個問題，2個匿名模型各自回答，用戶揀邊個答案好啲，或者打和，然後用 ELO 評分系統更新排名。同國際象棋嘅排名一樣。LMSYS 嘅 Chatbot Arena 收集咗超過20萬條投票，呢個係目前最可信嘅 LLM 排名。因為係盲測，模型冇辦法作弊。如果模型背咗 benchmark 嘅答案，高分就冇意義。呢個叫做污染。例如訓練數據入面有 benchmark 嘅原文，模型唔係識推理，只係記住咗答案。最常用嘅檢測方法係 n-gram 重疊，將 benchmark 同訓練數據嘅文本拆成 n-gram， 通常 n 等於10到13。如果重疊率超過一半，就有污染風險。GPT 3用13g，Llama 用10g 做檢測。負責任嘅研究會報告清潔前同清潔後嘅分數。總結一下今日學咗嘅6個重點。第一， Perplexity 係語言模型最基本嘅指標，越低越好。第二，標準 benchmark 測試推理、知識同抗誤導能力。第三， Few-SAT 評估唔使 fine tune， 直接喺 prompt 俾例子。第四， LM Evaluation Harness 係標準化嘅評估框架。第五，人工評估用斜線 B 測試同 ELO 評分捕捉 benchmark 遺漏嘅質素。第六，污染檢測確保 benchmark 分數係真實嘅，唔係記憶出嚟嘅。多謝收睇，下一課我哋會學 fine tuning， 即係點樣將一個 base model 變成識聽指令嘅 assistant， 包括 SFT、LoRA 同 QLoRA。記得繼續跟住學啦。